各位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6月14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透早地动的消息。今仔日透早，应该有真侪观众朋友拢去地动行一条，嘛有真侪人是靠国家级的警报行精神。因为今仔日透早4点19分发生，差不多是全台湾拢有感觉的瑞士规模6.0的地动。地动的中心就伫咧台湾东部的海域。也就是宜兰县政府东南方85.3公里的所在，地震的深度是54.8公里。各地上大震度，咱来看到宜兰、花莲、南投、新竹、台东、云林甲嘉义县拢是3级；台北、桃园、嘉南、台中、新北、苗栗、彰化、嘉义市甲高雄、有台南是2级。地区湾的雄雄来翻新，好在在目前无传出灾情。接落来关心高雄有校园发生疑似顶呼吸道的群聚感染，全班30个学生有15个人伫短短2-3天内就出现咳嗽、流鼻甲、发烧的症头。卫生局曾经出示例，针对武汉肺炎甲流感来采检，验流感的结果是全部拢阴性，也那是武汉肺炎的采检结果是今仔日出来。国内武汉肺炎疫情转好，毋过高雄市校园所出现好亲像是上呼吸道群组感染，卫生局赶紧对外说明。起因是在于6月9号有一名学生出现了上呼吸道症状，但未戴口罩状况之下，也没有主动的去停止上课，那跟着班级活动整整1天之后呢，在6月11号跟6月12号就陆续出现了相关的个案。有一个学生伫6月7号出现咳嗽、流鼻水，计2天共班的5个学生也有症状。6月12有9位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卫生局当日尾仔接到通报了后，13马上针对2位发病学生采检送验。卫生局约调发病个案，无旅游史、接触史，也无接触过风险对象。毋过因为全班30个学生有15个出现症状，侵蚀率有50%。已经要求全班爱停课，有症状人挂喙安减少出外，进行居家自我管理。因为武汉肺炎目前已经有将近60天没有任何本土病例，所以我们都会针对这些病毒做检验采检。那会今天晚上可能会先针对武汉肺炎跟流感部分先做检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依照流程，为群聚病例当中经出4件采检，其中2件新冠肺炎甲流感检测拢是阴性，另外2件伫诊所检验流感的结果也是阴性。新冠肺炎采检的结果会伫今仔日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健保署提出自费查验医材费用的上限政策，是引起医界的反对。卫福部长陈时中昨是邀请医界代表来讨论，会后陈时中是宣布讲，原本定伫咧8月要就路的政策会暂缓，2个月来才个开会讨论。健保署公告，8月开始要对8类352项健保查验题材定出收费上限，引起医界反弹，搁惊动总统蔡英文出面，请行政院长苏贞昌、卫福部长陈时中协商处理。健保署13邀请将近40位反对甲支持的医界代表表达意见，不过全部采闭门会议，引起争议。医疗民坚持公开透明，以手机直播，不过半点钟了后，就被少数参加的人抗议关直播。这个应该就是摸头大会，执政当局他已经有他预设的立场，那他只是今天他要表现出他是很民主的，所以他会弄一个类似像公听会这样子的程序。自负医材计设有上限，引起医界不满，甚至传出蔡总统医师校园群组有大量人退群，必须蔡总统只好亲身出面，爱陈时中阁协商，不过反对的声音未少，尤其私人病院代表、新光病院副院长洪主任表示，病院本业拢咧衰退，查验医材是病院收支的一部分，不过要医疗团体对健保署政策表达支持，是支持这个政策的，推荐一个差额给付的产品要自费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帮助医师减少一些道德焦虑，至少他不必跟病人解释说为什么医院是收这个价格。这个特材的这个所谓的它的利润，本来就是在我们营运收入的一部分。突然间就疫情才刚结束，那就被拿出来检讨这个部分。当然站在我们的立场，会觉得是说好像有点情何以堪的感觉。
会议结束了后，陈市长宣布原定8月初1上路政策决定延后实施，优先处理极端介绍案例，搁建立公开资讯平台，和医病关系更加优先。所以我们大概就希望2个月内能够再召集一次会议，对我们今天所定的这样的一个目标方向，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更具体的方法，然后再来谋求我们的共识。在医界反对声音之下，新制法庭被重新检讨介绍上限项目等，继续收集各界意见，避免新菜上路，搁引起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中国信用海口高速公路昨下晡4点外传出油罐车爆炸的事件。去当阵，这台油罐车是在液化石油气，其中爆炸是影响到4颗里啊200多件民体、厂房佮有过路的车。到昨暝9点20，拢总有10个人死亡，117个人受伤。接落来看《澎哥日报》，华东指挥部联勤日支部花莲联保厂，顶礼拜一去花莲新城的福兴北营区考庆碑，结果有这样的张厂长竟然是邀请民间的生存业者来教，业者唔但无穿装备，嘛无伫光开。搁去军方制式步枪实弹射击，加上有人甲决定搭伫咧面册，果然发现了后是非常生气。杨中校已经互记大过调离现职。上尾来看《中国时报》，警察掠违规超速是理所当然，不过进前中法官发现有机器故障，警方赶紧撤销3000张罚单，引起立委质疑政府使用无合格设备。目前除了新北市以外，其他8个县市都已经停用相关的设备。掠一个违规超速，煞有2种制度是编辑人员。来关心政治消息，高雄市长的补选会伫8月15举行。国民党高雄市议员李雅静已经投声表态要参选。新北市长侯友宜对高雄市长的补选是提出爱有少年、有创意、接近民生3项建议。若是民进党高雄市党部的赵天麟，是呼吁国民党爱培养在地人才。高雄市长韩国瑜被罢免结束536天任期，那也3人因代表党来参加补选，除了台面上被点名归位。高雄市凤山区选出的议员李嘉靖13早起开记者会，明确表态投入高雄市长补选。对于高雄市民的一个使命，代表着国民党雅静要来参与这次高雄市长的一个补选哦。李雅静的爸爸也是资深高雄市议员，家族心经地方基层，伊发出国民党中生代无闪避权利，呼吁党内有议员同志斗阵来争取。国民党籍新北市长侯友宜提出3条件，希望国民党应找出少年有创意、接地气的候选人。希望快速的找出年轻、有创意、接地气的候选人，积极备战，不避战不畏战，全面迎战。中选会公告罢免案通过，同时宣布8月15市长补选。国民党批评中选会故意提前1个月减少在野党准备时间。国民党副秘书长谢龙介批评民进党过度操作。民进党高雄市党部主委赵天麟反驳，并是上帝视点，也希望国民党应借这个机会培养在地人才。参加了罢韩国家队，现在又来一个补选的国家队，不要以为说8月15号就是投票了。你这么急着干什么？不需要再动辄用什么国家队来进行污蔑国民党都应该把它视为是一个从在地培养人才的一个契机。民进党呼吁国民党唔通卡袂着，就用国家队来批评中选会。国民党除了明确表态李雅静、高雄市前财政局长李良坚、高雄市议员黄孝庭、蔡金燕、黄碧玲无分区立委吴基丁，也拢是讨论到真悬的竞选。国民党党中央10次中常会已讨论高雄市长补选定调办法，是权党主席确定人选了后直接定调。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大学今仔日举行校务会议，学生会是提案讲，建议学校爱成立校园转型正义小组，推动转型正义。不过是互校务会议的代表投票否决。台大学生代表向学校提案，建议成立校园转型正义小组，和台大校友批评目的是违背贴图。台大知名地检报警甲文园学校23举行校务会议，最后以24票赞成、109票无赞成否决学生会提案。就是认为这个成立这个小组就是一个斗争，然后就是一个制造纷扰跟混乱这样的问题，其实累积至今，更造成了
台大内部长期的许多对立。学生会点名未少教师对转型正义欠认识，前几会议中，有教师用采取政治斗争的想象来看待议案，也有教师在讨论阶段就要求直接表决，认为这显出台大师生欠公共讨论的能力。提出这个停止讨论动议的老师，他最主要的论点是说，这个转型正义中已经是有法律规范，换言之，他认为说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在学校里面成立一个这样子的组织单位做这样子的调查或认定。台大校长管中闵表示，提案虽然无通过，不过学校有愿鼓励师生进行学术研究，让校史更加清楚地呈现作为未来编写校史的重要依据。记者综合报道。6月是学生啊欢喜要毕业的季节，不过台湾也未放零边界管制，所以一寡本正伫台湾读册外国学生是调离咧海外，敢若会当用网络来参加毕业典礼。即寡外国的学生啊，当时才会当入境。教育部长是表示，会当行政医教指挥中心讨论了后，才会当定案。来自非洲生活3年王子班克西来台完成硕士学位，参与实践大学毕业典礼，强调真爱台湾。也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只有弟弟陪同出席。欢迎校长。清华大学毕业典礼现场，无论老师、学生，拢爱挂嘴暗好友，也不过嘴暗头生创意，应清代专属的鸟型。另外，伫阳明大学，更加邀请17年前30多年毕业的好友，电地学上台补半水。那时候。1半以上的同学没有参加，我那时候也没办法参加，所以今天真的是圆梦。也有台湾师范大学毕业典礼，有12名海外毕业生，因为咱国边境还未解禁，无法度来台参加。其中11名陆生1名港生，就透过视讯及时连线，才会当线顶参加。我们还有许多因为疫情无法来到现场的毕业生们，他们在世界各地与我们一同参与今天的毕业典礼。疫情也冲击出国读册的台生，教育部就提出境外台生转学方案，只要台生就学的境外地区被主管署列为第3级旅游警示国家，就当申请转学回来台湾读册。希望政府跨部会赶快让他们用类包机的方式让他们赶快回来。主要是针对在境外就学且具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学生所规划的学习衔接措施。那录取的学生呢，是预计是在109年的学年度的第1学期来入学来就读。目前近3万名中华生无法来台完成学业。国立大专院校67位校长联名致函行政院，呼吁将中华生列为头一波稳准入境的对象。教育部有缘爱单，疫情中心甲行政院评估才个讨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看国外，北京搁再爆出武汉肺炎的群组感染。新增加的6个患者拢捌去过新发地市场，为着要控制疫情，北京赶紧把市场关起来，4khu内的社区嘛拢封锁，小学1年到3年是继续停课。真济公安普警进驻原本应该是真闹热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气氛真严肃，不止停止进口海鲜、各类肉品，所有进出过市场人员全部要隔离进行核酸检测。因为12一天，北京就标出6件本土确诊案例，拢有新发地市场的接触史。这些病例均有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活动史。通过采集确诊病例相关的外环境标本。有核酸检测阳性报告，对1940名市场从业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在新发地采集了517件样品中，有45人咽拭子阳性。官方研判可能是接触污染的环境或者是人员被围着，也强调无排除出现触发病例。另外，病毒来源传出新发地批发市场董事长丁玉石向媒体透露，一日切进口三文鱼菜点顶悬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三文鱼来自北京市的经深海鲜市场，北京也采取严刑措施，新发地市场甲周边11个社区拢封起来，追查病毒来源。针对新发地市场人流量大、人员结构复杂、疫情扩散风险大的特点，紧急于6月13日30起暂时关停市场。跨省旅游团、体育赛事等暂停，未复课的小学1、2、3年级暂缓复课。为防止疫情搁重来，北京严格管制下礼拜要复课的小学今年继续停课。市场附近3间小学、6间幼儿园也马上停课。记者综合报道。
若美国是武汉肺炎疫情上界严重的所在，但是各地马上继续开放经济活动，历史为着武汉肺炎的人数是直头增加。12有3个州的新病例就破一天增加上济纪录。全美国武汉肺炎的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09万人。纽约的街仔路有真侪店家恢复营业。全球新冠病毒疫情上严重的国家美国，因为各地陆续复工恢复营业，和疫情有个化开，甚至是病例汹汹增加的状况。其中，佛罗里达州、南卡罗来纳州、甲俄勒冈州12一天增加的确诊病例，拢创下一天增加病例新高。不过，政府虽然认为疫情无这么严重，强调未停止经济活动。On the so-called spike, I spoke to our health experts at some length last evening. They are saying there is no second spike. Let me repeat that. There is no second spike. 美国总统川普要为19开始恢复竞选活动，准备头一站到奥克拉荷马州。不过，川普的竞选团队说不爱测有可能引起群组感染，要求要参加的人上网络登记，签同意书，讲爱家己承担感染病毒的风险，未使控告竞选团队甲活动的单位。因为恶人事件引起全美国抗议，真足歧视。虽然真侪州政府要求民众减少集会，不过迈阿密甲西雅图依然有民众组织和平示威。非洲所一寡歹徒借着抗议活动，拢入去商场去抢劫。若是连锁的咖啡店星巴克正正用违反服装的规定做理由，经济员工用 BLM 黑人的名，嘛是名活动的衫，也是配件，受到外界批评。星巴克嘛伫12发表声明，表示设计甲发出25个万件 BLM 活动的衫，互员工支持活动。记者林志彤整理报道。转来看国内在地消息，大甲马市警经过彰化县，因为集束队野的兵器无细字去夹着民众，和一阵穿乌衫的人来攻击，双方是起冲突。这嘛是今年大甲马市警头一站相拍的事件。这怪乌衣人冲击大甲马绕警队伍，出手拍人，双方爆发激烈冲突。这阵乌白拍了后，乌衣人变咧走，现场全部被民众翕落来。代志发生伫13透早点外，绕警队伍经过彰化县大村乡中山路时阵，30粒集束队伍甲在地阵头发生冲突。警方赶到现场时阵，闹事乌衣人已经离开。这是大甲马绕境彰化第一场庙会相拍事件。大甲妈祖绕境队伍里面的36执事，那因为在行进当中跟民众发生碰撞。因而产生这个纠纷，相关涉案人员我们目前已经掌握，而且带回依我们刑法第150条来做侦办。大家丁南江表示，这场冲突不是因为抢救所引起的，不过天气热，少年人火气大，在地电头相关人士事后已经回失了。36是无注意小可，敢若有甲崴到，头壳小可有去甲崴到。年轻人比较人讲火气旺盛，他也要透过人来说对不起。内政部长徐国勇也指示无用分暴力行为，要求警方依法处理。就依法处理，我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我再次的强调，我们这次妈祖的绕境，平常认给他不要专教然后呢，也不要去触摸神教，然后我们要保持我们防疫的 SOP 的基本功。高岗8暝，大家丁南江马祖绕境11暗时11点起价。每年伫彰化明星地下都抢救情形无看到，马祖乱桥也提早伫12下晡5点外通过彰化明星地下都，13下晡4点外就到婚姻赛里大桥，速度比以前近2-3点钟。暗时自驾复兴宫，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政府为着要迎接游客，伫台东火车头的站前广场施工，要征收台东的门面。去年12月就已经动工啊，但是一变就全面动工，互原本真快的车路变甲下尖尖，民众要出入无方便。即马观光的大柜阁要来啊，当地居民是5万工程会当赶紧完工。台东火车站四周围马路原本有4线道，即阵材料真侪施工的护站，敢若剩2线道，车若多就开始塞车，而且西伫火车站的12路口也因为路线改变，汽机车踏伫遐小钱柜，开发生危险。不知道怎么说，就路况有点不好。
台东火车站是台东县的门面，接送游客车辆出入真接。官府为了改善火车站的景观甲行车的路线，对去年12月开始进行站前景观绿美化改善工程，甲周边68个路口做一摆全面性动工，加做分隔岛甲人行道，工期210天。不过施工以来，影响骑家甲民宿出入有半年时间，引起民怨，要求官府赶紧完工，若无休热这要到会影响观光。哎，什么台东门户，当然拢徛，即摆徛街拢生理场，啊，你做到你讲做到啥，那是变哪贵？所以我们希望在7月之前能够有一个阶段性的完成，让进来台东人可以看到整个环境有所改善。官府表示，至少在7月11日气球甲莲花花开幕进前，新河站前路线会用畅通。不过，争议上大的徛街的门口人行道铺设，影响徛街车辆出入。建设处长柯瑞贵讲，工程规划已经兼顾一般民众行的安全，甲徛街出入动线，民众可能要一段时间才感觉较惯势。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环保局伫咧浸水安排场内底设置全国头一座高效能的喷的处理场，逐工会当处理12栋加厚的喷，一寡喷所产生的有机质会当摕来种菜。一桶一桶的喷，直接送入高效喷处理设备，佮经过废水收集系统加臭味防治系统，利用好用发光的方式，透过微生物快速消化可以排气的喷，大约24点钟，喷就会变成胃面中的有机钙质。我们整个菌种的管理，那这个菌当然是要益生菌，当然是要有益于大地的，我们都必须要用当地的益生菌来配合，所以我们的出料呢是可以回到农场再去使用。目前这座全国头一座高效喷处理厂，逐工大约会当处理12吨的高效喷，一个月会当产出有机钙质大约48吨。处理了后，会当有效用于土壤改良，提升农作物的生产效益。也看到它的效率，以及它处理之后，其实它也没有臭味的问题。所以这样的经验，我们会大力的来推展，让各县市来学习。喷厂处理完成的有机钙质已经陆续使用伫新竹市的农业栽培生产，真正落实循环农业的理想。记者综合报道。棒球是咱台湾人上喜意的运动之一。1960年代，台湾的社会无电视通好看，拢是听广播员用台语来放送比赛的情形。不过，中华职棒成立了后，比赛普遍拢是用华语来转播。现主是用台语来转播的是已经真合理听到。今年咱公司台语台就要用台语放送少年棒球赛的比赛，就同款要互观众朋友上刺激、上热情的现场转播。传过了二垒方向向外野来走，一二垒即马有人。今仔遐伫咧球场，过来讲球，把握每一届出赛的机会。华南金控杯全国少棒锦标赛4强赛，13伫咧台南市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正式登场，包括桃园市、台北市、高雄市甲屏东县4个队伍来比赛。公司台语台是邀请专业的体育主播和球评，用全台语播送分析比赛。可能有人听日语习惯的老一辈，少年人去美国的用英语习惯啦。有人较早听布达人、富达人用华语习惯啊，所以三者阮会兼顾。透过这个棒球的运动，互因知影团体的精神，甲迄个守法的规矩。用台语关心野球，其实早伫咧1962年，台湾社会也无电视进前，球迷就拢听广播人员伫咧电台用台语播送。不过伫咧1989年，中华职棒成立了后，赛事就拢用华语伫咧播送。此后伫咧野球场就拢听播用台语转播啊。以咱古早上早先是胜利广播电台，咱即马少年拢毋知讲古早野球、棒球，竟然是用台语咧放送的。不管是安打，一球拍出去，穿过了道边的外野。或者是中国野盛大甲海保路接条咧，公司台语台6月13、14透早10点甲下晡1点，伫咧电视甲网络转播，要带观众朋友登去英国用台语转播野球的年代，也望未来用母语播送体育的大细事，会使真做是事上的代志。记者阿明金张玉水台北报道。今仔日的天气是好也是歹，咱做伙来关心气象的预报资料。北部地区是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
南部地区是26度到36度，东部地区是26度到35度，华岛地区是27度到3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那明仔载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上惊破声的网仔哥哥啦。咱今仔日要来大家介绍的就是我家己网。网汉字写作网，罗马字写作保安网。网本条是第2条，古早嘛有人读做网。网仔家族内底就有一寡名声歹，佫会胃病歹亲情，亲像厝网仔内面会画日本老店的三班家文，会画天高节的白线斑纹、埃及斑纹。斑纹伫台湾民间嘛定互人叫做花骹网，家文嘛有人讲是厝网仔。阮阁有一种足够人缘的冤亲，伊住伫山顶真细只，足爱甲你对调调。若定着会足上足无爽快，伊就是乌尾，嘛有人叫伊乌须网仔，也是乌金光。明明就是网仔，煞号一个网仔的名，拍歹阮的名声。人讲饲鸟鼠，家布地，饲网仔，树人火。佫会为着天高节，那真正讨厌阮遮个人缘的亲情。教你一步，阮网仔的细囝叫做水鼠，也是使虾仔虫，因一直爱活伫水窟仔里。俗语讲，使虾仔虫死了变无网，甲网仔囝活的空间清调，自然因都无法度生存。变那读做变，变无网。嘛有无新的创意的意思，有一寡甲网仔有关系的物件，嘛会直接用网仔号名，像太网仔的网仔水，分尸网仔的网仔香，阁有赶网的网雪啊。古早神明的形象就是野网雪啊。伫天顶咧行，所以野网雪啊行云顶，就是咧讲人毋捌实务，干那讲理论，也是生活过了伤爽势，毋知一般人的辛苦。俗语讲，互网仔脚踢着，意思是小可代志无啥要紧。有时咱嘛会讲点点较无网，来甲人讲莫想搞话。溜网、乌尾、水鼠、野网雪啊行云顶，互网仔脚踢着，点点较无网。热天到啊，爱定定清厝内交积水的脚桶哦。
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这是公视第几台，接落来请收看咱的节目。